那个后生不等我弄哈。那个报告，医院也帮我送到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嘿，看，哎，那这里企业的，刚刚听上。这口语音天雷，大年们，来，放他，放他！现在停止接受检查。来的，吃这杯老酒。哎呀，这个烧烤是吃的哈，来这了啊！啥个逼啊？啊？哪里还出啊？哎，老板，老板来，过来，老板。来个，侬把吃啥个研究出来？我老多研究出我帮侬干。啊，刚才爸爸开垃圾单，你写本啥是啊？羊肉是羊肉，烤的稍微差一点。啊，士兵，你不是会烤的？你去烤鸭子嘛，让我们尝尝啊！是啊，侬辛苦，侬烤点肉头把它吃好不啦？好不啦？我去啊！我去的我去，我来看哈。哦，辛苦。那个后生不等我弄哈。哎呦，一口就到没灵光，哎呦。是等我开过光了。是吧？啊。好，侬辛苦啊！哎，来，说抓了吃了吃。这个人怎么在这边做烧烤的？啊，你认得噶？士兵11刀，有名的妇科大夫。我带空子高，日下弄东红白，要是包三开对，我个动力真的吓得疯脱在身上。好了，有个吃就行了。来呗，来什么羊肉串？哎，那吃子不有羊肉串嘛了？啊，过得啊！来了啊！过得啊！哎，过得啊！好，这个来。别的。对的啊，我这个大杯子真的跟你改了，你以为我刚的呀？都是一个药性海馆啊！哟，说哪个了？来口句话，那个不对的是那另个话啊！你门上下面的才跟得来，你吃得落的，你跟得落的，哎，那就是哪来？啥么子？我是开我个本事车，对风去3看啊！那说的吧？哎呦，我这是，拉手，控制叫的啊！哎，就是啊，我觉得你讲的，而且的，本事出门三开，办瓦特看瓦特，你办个去，而且的。来，啥意思啊？有个人跟长辈讲闲话啊？啥都这个，人家开不起来，总是在眼你了。哎，小大哥的，你这个本子车啊，哪一块来？哪一回来的嘛？那个你回去门的上呢，你忙得起个？啊，都来白个呀。都快了，那老板做啥生意啊？哦，那个车子买得起啊？做医药代理，贸易类设备个。哎，这样说的话，你现在就是传说中的医药代表了。干嘛？当然了，我帮你讲钟老板，有点像送事情，我真的呀，报的病了。我刚才讲钟老板，你如果有啥个搿种项目？好的。你啊，你会不觉得？烘焙样样弄这个，我弄得不得了，别经常这样。别去跟人讲哈啦，你都是上司机啊，你都是上个这样这个才是我发个哈。上不上那个？这可能都不是，我最少有。来，吃老鸡，老鸡，弄杯子来，哎，鸡骨头了啊！喂，哎，你好，你看呢？上车子啊？车子是我开出来的。你定性那个本事，我东西肯定这个一些人会在那搭的。哎，但我主要今朝是建一个从从业的客户，是吧？为是提升其这个公司的形象啊，对。我都能讲桩事体啊。根据我可靠消息，那医院医务处的模子上要调脱化，弄到好动动脑筋。侬要啥头啦？凭侬的资格，凭侬的水平，搿只回去侬绝对好做的呀！侬猜啥气啦？
哦，上头没人呀。哎呀，我听说已经蛮多人来推荐侬了。这哥啊，听讲那医院里叫上农亲人，伊到底是来的，听说伊也到处来寻人，侬都要抓紧成功了。陈女士，我个医生，你娘里去做了一个处长，随便你去，等我不得搞。我倒要跟你讲一句啊，这种处长没得做头的呀，有事的事情要跟别人谈判，还有最关键，万一谈不拢，被人家吃伤我就是他。侬懂我屁呀！医务处长，医院里向进医疗设备了，夜场来推销新娘，侪要寻到医务处的，花事太多哦，他懂啥么子啊？种同理啦，发财，才是在点出事体的，偶一点吧，对啦。走。班哥啊，班哥来车子了，我等歇肯定我马上就赶奔去熬上，海里门再到不院长啊哈，好，再会。当重要不晓得，那点洞里面侪是被人家困觉赚得来的呀，真家伙的，假使重要也是女人了。孙哲福当然一般接受。老三，这班哥，门子帮我个忙，你千万要帮我送到院长这里啊！啥个么子？你自个不要去送啊？不喊我送了呢？哎呀，我不是现在忙嘛，对了，我们这回去上海了，你去来北干那个，你帮我忙。啥个么子啊？我来看看叫，送啊！送得了，这里是个把追下来，弄好，送得。那么好，辛苦了。哎呀，那么一块牛三块没得事。谁是呢？那光我个的，真的，这是个问题来哇！没得事。咱们买的吧。越睡人不睡，好事情越替你挡掉一灾啊！阿公啊，侬是讲就是讲，人家后头过，我是吧？哥，我去，来，过来。那边马知道？现在噻，要做玻璃这个路不这个孩子给来的那个，你再确定？体温嘛这？再确定呢？你外面去了哈？还好。喂，反腐倡廉办公室啊，我给你们举报一条线索啊，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是，啥？我谁啊？我谁你不要管。贾秋，我常重庆啊，你们那个士兵啊，正在往院长办公室去的路上，你赶快多带2个人。好，我们电话沟通。好。士兵啊。院长，啥么子啊？阿玲，科沃斯厂的啊，考察部发动手的，蛮灵啊！不错，听我说，哟，这是个话呢。别人讲嘛，星星讲上班，周女周末，难不得来办公室白相天龙，我这个。啥口味？那啊！不弄的。你别是个，你弟兄呢？这个又不是狗你，那真个客气的，下不为了。你非人也当白领军的啊？啥意思啊？假插3言。好我这书上南蛮话有眼睛看得了。上面讲那个不是我干，是你娘舅到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打不那个。你到娘舅公司，哪个女婿去讲？要么那些朋友，要么那些姊妹哇，那些姊妹都别特多啊这个。呀，那个要到啥里去呢？多少？那阿佩那个，
哎呀，你下头搿搭上面，来，还不得看看看啊！哎呀，差真空！上班看一种么子，这个化妆啊，那个娘。哪个化妆？漂亮。那个多少人家呢？这是衣裳穿得稍微多上点了。当然好，人家喊我分账还。哟娘，哎，你，那谁属于啥？我是反腐办的。啥？反腐办。咁你现在我去上班去啊？对了。反，我是反腐办的，我姓蒋。这个是我工作室啊。派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呢，过来调查啊。这个你谁是院长？哎，我院长。哎，这个什么啊？书上刚刚拿得来的。啊，你谁是书编书医生？据闻当中。哎，不，这个，书医生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我不晓得啥么子，反正是你让女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当拨院长的。哦。哎，是书医生拨来的，你送拨院长的。不是我送，是我带人家当拨了院长的。啊。我过来最后岁。不晓得啥么子。啥新闻来搞起？啊，上来看看。啊。开了。你开了？我给他开。我不晓得，反正人家拨来我分好吧。哦，啥么子呢？啥么子啊？什么？呀！那上去啊？那我这啥用的啊？你那弄啥地弄的过来啊？不是我的，你弄得来了呢？那么人家喊我当那个呀？人家喊你弄得来，你就弄得来啊？那么你还是办，我哪有得道理呢？你弄回去啊？你还讲呢？我哪晓得了呢？你非帮我呢？你弄得来个我回不来，我有肺炎，你我你去面。人家你也不懂南京啊？人家喊我当那个呀？你骗人啊？你搞那个电视出来？放下！兵兵马马不走的呀！啊？哪搞事啊？小刘，点点清楚，交通的。你搞他哪找的5万。5万。5万咋？哪叫啥？哪桩事体？你告诉先生，这个人家喊我当那个，你这是啥事体来着？都两人老是先生啊！啊！刚刚清爽，叫你去一趟，刚刚清爽。这叫你是刚清爽。那个叫那我的人家说是啥？那我就。我那把我当啥讲那个么子去？啊？啥？小刘，开张财开单不里头？开啥财？开啥财开单呀？开财也不是我干，你开啥财开单呀？那你弄得起吗？的？我弄你弄得起啊？那么我弄最起吧。把那个车来，我弄最起。干啥个买去啊？这啥的？喂，啥么子啊？那负责口与人天雷啊？啥么子啊？快点救人！那等待啥子啊？快点救人！别过来，当我告的，就走。快点，他是要抢啊！听我不会听那个啊？救人也救。对。搿桩事体还有讲快盯上。这个啊！救人去。你拿啥过来？我看我不讲的。救下人，我手证了1米多，有痕迹该来清扫。啊！你跟着是的啊！救人。啥子？你没你差好意思。哪啥子？姓施的，你啥人？那个杀人犯，那个小三。不，你们别动，哪啥子？你啥人？有啥人？我才是雷先锋个男人。我把你家里今天在那把你家里啥么子啊？让你天雷死伤了。那个杀人犯。我讲啥么子啊？我有分讲。你分干啥？你还不来？放杀！放杀！我杀！不能打！一点你轻点，一点不能打！我杀！杀他了！救命啊！杀这个！各位家属，我是那个医院院长，有什么事情帮我干哈？你是院长是个？对，我帮你讲，我是雷先锋个男人。今天咱来讲，但是这个姓施的，非得把你告诉我干你啥么子？今日让你天雷死伤了，你讲2杀人犯，2杀人犯？我等你讲，我等你都告诉我讲的，我是我看下的，你都告诉我最起，搞这3个孩子，谁会得有？
有戏啊！你别把我假巴出来！你啥人喂？大家像现在一个让抢救病人，大家保持安静。哎，我代表院方向大家保证，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但是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我你啊，现在我宣布，士兵，你涉嫌贪污，涉嫌贿赂，涉嫌好多东西，你现在原谅，我们选择绿色；酿造，我们秉持传统；品质，我们追求卓越，造就了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烁着绿色的光芒。思韵带来沙龙级修护，含德国精准修护角蛋白科技，深入精准修护，瞬间强韧柔亮，直至发梢。超值体验触手可得，思韵真正专业沙龙品质。中国报行天下，断报电动车，我要尽情感受生活，分秒不停。雀榕绝不可以。欧莱雅男士氢能醒肤露8重功效，注入醒肤能量源一抹，8重功效，持续保湿，对抗倦容，焕发神采。一扫倦容，活力常在。性能醒肤露8重功效来自欧莱雅男士，活得不凡，行得出众。那几天棉柔也能不黏腻，护舒宝新超净棉，棉柔也能开始1秒瞬肌，挑战零黏腻，不黏腻的棉柔，护舒宝新超净棉，蕴含银润蚕丝精华和馥郁法国玫瑰，全新立式很久嫩肤沐浴乳，萦绕肌肤，丝滑芬芳。令人无法抗拒。点燃激情火花，尽在点滴立式，立式胶敷系列。是生活，像人生，科沃斯机器人。源自 SK2 基源修护精华的1万小时皮肤科研，10位抗老精华液使用者9位想转用，连年轻肌肤都变得更有弹性了。立刻搜索 SK2。微笑是一种语言，更是一种艺术。感受微笑的力量，感受口腔医学加美学带来的双重惊喜。中国微笑，美奥口腔。苏州珠宝中心海宁皮革城9月28日盛大开业，500万好礼，10000元钻石，天天送，上千品牌，数万商品1折起。咨询热线65900-100，皮革珠宝，为糖更好。好德家享受无忧购物，体验至诚服务，5星级购物享受建材家具一站购全，更有好德家装饰为你带来整体家居服务理念。好德家给你更好的家。士兵，你涉嫌贪污，涉嫌贿赂，涉嫌好多东西，你现在停止接受检查。哎，先生，我冤枉的，我分都我冤枉的。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，经过积极救治，这位跳楼的女病人生命体征趋于平稳，但是仍然处于昏迷之中，祝愿她战胜死神，早日康复。病人究竟为何跳楼？是不是像家属所说的那样与医生有关？也只有等病人苏醒之后才能够给出答案。医院方面今天已经宣布，当事的主治医师停职接受调查。爸爸，好的，我们来看下一条。这个儿子真的把你害死他个？你三娘讲埃种闲话呢？你看看，这个不是宝宝害死的，宝宝是被冤枉的，现在打乱讲啊！贝贝，
我帮你讲，你呢非一旦跟那只大人扣电视，你该做你们你去做。都两高头嘛，一个嘛功课嘛做，还一个嘛星期三不下去，一年再也不下到温室就看怪头那也是。喂，中锋啊，我啊，唔啥子，唔啥子，你电话里讲唔清楚呀，啊啦，啊。去咪这个哎，反正我过头了啊，好的啊，走。来，喂，哎，妈，你费劲呐，你这地上呢？啊？你是干嘛？分一个哎，你可以倒回来啊！嘿，你等我嚟啦吓，我等你得咧。啥个？我忍住啊！我忍住，我从来不忍住啊！你帮忙啊！你怎么你吓得成我哪可比个字？哎不妈，你啊，飞，你在这看嘛啊！哎，飞，分一个呀！啊，这，我过头了，哎，走。哪单事了？这电话懂得了，你们这嘴巴疙瘩了，口这个是别人咯吱。你看呢？还是发出门，恶是受千里。这非能够手都挂，谁晓得电话不停，我这还弄电话关机的。你看，现在个人啊，真的弄不清楚，谁是对话人，唔不看。孩子，你带妹来听那样子，你人明白啊？爸爸，连他比人工忍住的。还比你。别呗，多么该做功课么做功课，滚干，谁这么散，不下人的，滚干。快吧，来，快了给。哦。蕴含银润蚕丝精华和馥郁法国玫瑰，全新力士恒久嫩肤沐浴乳，萦绕肌肤，丝滑芬芳，令人无法抗拒。点燃激情火花，尽在点滴力士胶肤系列。苏州家具博览中心，别墅家具首选之地。我来自苏州银行，我拥有银行金融功能，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，我还有公共服务功能，这就是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。天庭山红枫节1月1号到12月8号，如此便宜的冰箱，如此便宜的电视，这些气质还嫁宝，这真的是要大好送礼无原则。哎，姑娘，还有什么能送的吗？送你啦！国庆底价再5星。美莱立体紧肤除皱，层层皱纹有效驱除。年轻10岁的秘密，苏州美莱美容医院。吃喝玩乐购，苏州新去处。9月28号，园区湖西 Shopping Mall 宁盛上品会盛大开幕。28号到10月7号，10天啤酒音乐狂欢节，还有巨型机器人来袭，收10万大奖等您来抽。精致生活尽在宁盛。
是时候住一住万科城，装修3房，成家立业，丰富配套，成熟社区，名校就在身边，买房这事儿就这么成了。万科城曲江运河畔，约90平米，想装修3房，628888168。长河新旅城67赞誉石山路南50万方轻轨社区收官之作，首批85至128平米新品即将加推，6000享3万，现正火热预约中，6818788887至121平米国际精工华宅，正居2号轻轨路站口，10分钟直达冠前，紧邻欧尚，坐拥金牌学区，享纯正泰式园林度假泳池，海量香榭里6868888。本节目由智生活、享人生、科沃斯机器人特约播出。明天您将收看到的是。这是我问你呀，搿让你们社会上想呀是啦，你刺激死人家才会贴嘞，反正嘛，你说出来做一种讲莫名其妙的事体呢。是有干什么？给我开单的。我已经废完。滚！你事体要不冷静上，你哪顶我个针呢？我叫刘文佩。哎呀，我是你亲娘舅，我会得害你吗？搿你身上那个我说啊，这是什么？原来是我代购那个谢芝芝。我想谢谢你。你好早呢，还是你好你呢呀？经过进饭，马上通知。下。风吹深家欢乐多，人人都是开心歌。你吃的来，我吃侬，滴滴侬侬人家歌。正月里向吃柚子，二月里向放叶子，3月清明青豆子，4月算8节节子，5月端午吃粽子，6月里向也算子，7月卜算拍门子，8月中秋剥瓜子，9月打打红粽子，10月剥开三橘子，11月吃橘子，12月炒柚子。日上苏区来人们，三清水落塔湖边，热水浦塘东洲区，5花路花里工地，插花拉新青灰山，地灵滚雨摩天轮，位于那红得发紫弥漫口。男人40一道坎，妻离子散丢饭碗。停止，接受检查。女人30一枝花，好似蜜桃枝头挂。怎么会嫁给你爸爸呢？开我个笨！出来去3个，双剑合璧，谁比谁赢？行贿啊！绝地翻身，云开雾散，真开心，治生活，享人生。科沃斯机器人邀您品鉴，共同欣赏视频聊斋11特别节目《苏州一家人》。哎，那个要到啥来去呢？哎，动啥？哎，那阿佩那个，
哎，呀，你下头给他上么子？来，还不得看看啊！哎呀，差点空！哎，上班看那种么子，这个化妆啊，那个娘。哪个化妆？漂亮。那多少人呢？这是衣裳穿得稍微多上点。到底好，人家喊我分账还。哟娘，哎，你是属于啥？我是反腐办的。啥？反腐办。咁你现在我去上班去啊？对了。反。我是反腐办的，我姓蒋。来，这个是我工作室啊。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呢，过来调查啊。这个你谁是院长？哎，我院长。哎，这个什么啊？书上刚刚弄的那个。啊，你这是书编书医生，据闻当中。哎，不，这个。书医生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我不晓得啥么子，反正是你娘女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当班院长的。哦。是书医生不来的，你送给院长的。不是我送，是我带人家当不了院长的。啊。我过来最岁数。不晓得上的。啥地方都过去。啊，上来看看。啊。开！你开呐？我给他开。我给他，反正人家不来，我不帮吧。哦，啥么子呢？啥么子啊？什么？呀！那上去啊？那我这啥用的啊？你那弄啥地弄的过来啊？不是我的，你弄得来个呢？那么人家喊我当什么个呀？人家喊你弄得来，你就弄得来啊？那么你还是把我应该还得懂你呢？你弄回去啊？你还干呢？我哪晓得了呢？你非帮我呢？你弄得来个我回不来，我有闭眼，我摸你几面？人家你也不懂南京啊？人家喊我当不来个呀？你骗人啊？你搞那个骗出来的？放下！兵兵马马不追的呀！啊？哪搞事啊？小刘，点清楚，交通的。你搞的哪上来？5万。5万。5万的。哪叫啥？那个后生不等我弄哈。那个报告，医院也帮我送到院长这里。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开看！那这里企业的刚刚介绍。这口与您天雷，大年们，你还不来报答？报答！现在停止接受检查。你的吃这杯老酒。哎呀，这个烧烤是可吃的哈，来这吧啊！啥个味道？啊？哪里看出啊？哎，老板来，我过来，哪个？侬不吃啥个羊牛串？我老多牛吃我帮侬讲。啊，刚才爸爸开垃圾袋，你先本啥子啊？羊肉是羊肉，烤的稍微差一点。啊，士兵，你不是会烤吗？你去烤鸭子嘛，让我们尝尝啊！是啊，侬辛苦，侬烤点牛头把它吃好不啦？好了，我去啊！我去的我去，我来看哈。好了，哦，辛苦。那个后生等我弄哈。哎呦，一口牛刀没灵光，哦哟。啊，是等我开个光的。是吧？啊。好，侬辛苦啊！哎，来，说抓了，抢了。这个人怎么在这边做烧烤的？啊，你认得噶？士兵11刀，有名的妇科大夫。我带空气高，日下弄东红白，要是包三开队，哦，个动力真的吓得疯脱的，真的。好了，有的吃就行了。来呗，来下个羊肉串。哎，那吃直播有羊肉串没了？啊，过头啊！来了啊！过头啊！哎，过头啊！好酒来。别的。这侬有啥头啦？哎，凭侬的资格，凭侬的水平，搿只回去侬绝对好输了呀！
你侬才啥去啦？哦，上头没人呀。哎呀，我听说已经蛮多人来推荐侬了。这个啊，听讲那医院有个叫沙农清的人，伊到底是来的？听说伊也到处来寻人，哎，侬倒要抓紧辰光了。哎，我这女是我个医生，你娘里去做了一个处长，随便你去，等我不得搞。哦，我倒要跟你讲一句啊，这种处长没得做头的呀，哎，有事的事情要跟别人谈判，还有最关键，万一谈不拢，被人家吃伤我就是他。侬懂我屁呀！医务处长，哎，医院里向进医疗设备了，夜场推销新娘了，哎，侪要寻到医务处的，哎，花心太多哦，他懂啥么子他？爱种同理啦，发财，才子在点出事体个，偶一点吧，啊对啦，哎，走。班哥啊，班哥来车子了，我等歇肯定我马上就赶把你咬伤，喊你们得到不院长啊哈，哎好，再会。啊，当重要不晓得，那点东西嘛，侪是被人家困觉赚得来的呀，真家伙的，假使重要也是女人们。哎。算这副当然一杯精神。哎，老三，哎，这班哥，明天帮我个忙，你千万要帮我送到院长这里啊！啥个么子？你自个不去送啊？不喊我送了呢？哎呀，我不是现在忙嘛，对了，我们这回去上海了，你来北干那个，你帮我忙。哎呦，啥个么子？哎呦，我来看看着，哎呦，送啊！哎呦，送得了，哎呦，哦，搿里是个把猪一样嘞，弄好，送得。哎，那么好，辛苦了，哎呀，那么一块肉3块钱，没得事。但是呢，那光我个的，真的，这是个问题来哇，没得事，咱们买的哇。对的啊，我这个大辈子真的跟你干，你以为我讲的呀？都是一个要心海关啊！哟，小大鬼头啊！来考虑qua，那个不对的是来领的哇，啊，一门上下面你才跟得了，你吃得落的，你跟得落的，哎，你跟得哪来？啥么子？我是开我个奔驰车，对风去3看啊！那说的吧？哎呦，我这是，拉手，套子叫的啊！哎，别是啊，我觉得你讲的，而且的，奔驰车嘛3开，办瓦特、看瓦特，你办也办不起，而且的。来，啥意思啊？有个人跟长辈讲闲话啊？啥都这个，人家开不起来，总是在眼热了。哎，小大鬼的，你这个奔驰车啊，哪一块来？哪一块来的嘛？那个你回去门店上呢，你买得起个？啊，都来100个呀。多亏了，那老板做啥生意啊？哦，那个车子也买得起啊？做医药代理，毛医疗设备个。哎，这这样说的话，你现在就是传说中的医药代表了。干嘛当然了，我帮你讲钟老板，医院里向所有事情我真的包得平了。啊，干辰光钟老板，你如果有啥个搿种项目？好的。你啊，你会不晓得？烘焙样样弄这个，我弄得不得了，别经常这样。别去跟人讲哈啦，你都是上西机啊，你都是上个这样，这个才是我发的哈。上么那个？这可能都不是，我最少得有。来，吃老鸡，侬别急啊，一起给我吃了啊！喂，哎，你找你看呢？啥车子啊？车子是我开出来的。你定心那个本事，我等些肯定这个一些人会带那的。哎，对，我主要今朝是建一个从从业的客户，是吧？为是提升这个公司的形象啊，对。我懂搿桩事体啊。根据我可靠消息，那医院医务处的毛处长要调脱话，弄到好动动脑筋。哎，要睡人不睡，好事情啊，要替你挡掉一灾啊！哦，
阿啥？公公啊，侬你是讲就是讲，人家后头高，哎我是吧？go去，去，来，过来。那边嘛知道？现在噻，哦哟，这玻璃这个萝卜这个孩子给来的那个，哎，你再确定？7分嘛这？再确定呢？你外面去了哈？还好啊，还好。喂，反腐倡廉办公室啊，我给你们举报一条线索啊，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是，啥？我谁啊？我谁？你不要管。贾兄，我常重庆啊，你们那个士兵啊，正在往院长办公室去的路上，你赶快多带2个人。好，我们电话沟通。好。士兵啊，女士啊，啥么子啊？阿玲，空卧室舱板啊，靠窗板电动摄影的，蛮灵啊。不错，请我啥子？哟，这是个话呢。别人讲嘛，辛辛苦苦上班，周日周末，难不得来办公室白相天龙，我这个。啥看看？喏。不弄的。除非是个弟兄呢，这个又不是过年，那真个客气的，吓我一跳。难非人也当班领军的啊？啥意思啊？假差3言。我这书上难嘛话，有眼睛看着了。上面讲那个不是我干，是你娘舅到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打不那个。你到娘舅公司哪个女去讲？要么那些朋友，要么那些姊妹啊，那些姊妹别太多啊这个。老三，这办公，门子帮我给忙，那7万也帮我送到院长这里啊。啥个么子？你自个饭去送啊？不喊我送了呢？哎呀，我不是一直忙嘛。对了，我们这回去上海了，你去来北干那个，你帮我忙。哎呦，啥个么子？哎呦，我来看看讲。哎呦，送啊！哎呦，送到了！哎呦，这里是个把我追下来，弄好，送到。那么好，辛苦了。哎呀，那么快牛3口子，没得事。但是呢，那光我的真的，这是个问题来哇。没得事。那么买的哇。越睡人不睡，好事情越替你挡掉一灾啊！阿啥？公公啊，侬是讲就是讲，人家后头高，我是吧？go去，来，过来。那边嘛知道？现在噻，哦哟，这玻璃这个萝卜这个孩子给来的那个，你再确定？7分嘛这？再确定呢？你外面去了哈？还好啊，还好。喂，反腐倡廉办公室啊，我给你们举报一条线索啊，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是，啥？我谁啊？我谁？你不要管。贾兄，我常重庆啊，你们那个士兵啊，正在往院长办公室去的路上，你赶快多带2个人。好，我们电话沟通。好。士兵啊。女士啊，啥么子啊？阿玲，空卧室舱板啊，靠窗板电动摄影的，蛮灵啊。不错。
新工啥子？哟，这是个话呢。别人讲嘛，辛辛苦苦上班，周女周末，难不得辣办公室白相天龙，我这个。啥口味？那哦。不我的。哎。咦，你哎，你别是个，你弟兄呢？这个又不是过年，哦，那真个客气的，下过一了，下过一了。那非人也当白领军人啊？啥意思啊？家差3言。好哎，我这书上南蛮话有眼睛看着了。上面讲那个不是我干，是你娘舅到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打不那个。你到娘舅公司，哪个女婿去讲？要么那三朋友，要么那三姊妹哇，那三姊妹都别特多哇这个。哎，那个要到啥里去呢？没多少。哎，老姐，那阿佩那个，哎呀，你我这个都上面。来，还不得看啊！哎呀，差点空！上班看一种么子，这个我做啊那个娘。哪个我做？漂亮！那多少呀？这是衣裳穿的稍微多少点？当然好，人家喊我分账喊。有娘。哎，那那谁属于啥？我是反腐办的。啥？反腐办。咁你现在我去上班去啊？对了。反。我是反腐办的，我姓蒋。这个是我工作室啊。派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呢，过来调查啊。这个你谁是院长？哎，我院长。哎，这个什么啊？书上刚刚弄的那个。啊，你谁是4编实习生？据闻当。哎，不，这个。实习生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我不晓得啥么子，反正是你娘舅公司里向有一个人喊我打给院长的。哦。哎，是实习生不来的，你送给院长的。不是我送，是我带人家打给了院长的。啊。我过来最后睡。不晓得啥么子。啥新闻的过去？啊，上来看看。啊。开了。你开了？我给他开。我觉得反正人家不来，不是帮我吧？哦，啥么子呢？啥么子？什么？呀！那上去啊？那我这啥用的啊？你那弄啥地弄的过来啊？不是我的，你弄得来的呢？那么人家喊我打那个呀？人家喊你弄得来，你就弄得来啊？那么你还是办，我现在懂你呢？你弄完开啊？你还讲呢？我哪晓得了呢？你非帮我的？你弄得来个我还不来，我有肺炎，你我你几面？人家你也不懂南京啊？人家喊我打不来个呀？你骗人啊？你搞那个电视出来？放开！兵兵马马不追的呀？啊？哪搞事啊？小刘，点点清楚，交通的。你搞他哪找的？5万。5万。5万咋？哪叫啥？哪桩事体？你告诉先生，这个人家喊我打不来个，你这是啥事体来的？都两人了是先生啊啊！刚刚清爽，叫你去一趟，刚刚清爽。这叫你是刚清爽。哪个叫？那我的人家说是啥？那我就。我那把我当啥讲那个么子去？啊？什么？小刘，开张财开对不里头？开啥财？开啥财开对呀？开财也不是我干，你开啥财开对呀？那你弄得起吗？是吧？你弄得起啊？那么我弄最起吧。把那个出来，我弄最起。干啥个白去啊？接到喂，啥么子啊？那负责口与人天雷啊？啥么子啊？快点救人，等待啥子啊？快点救人！别过来，当我告的，就是，走，他来吧，他就是要抢啊！啊，听我不会听的。那个后生不等我弄哈，那个报告，医院也帮我送到院长这里。妇产科的那个施医生施兵啊，正在他们院长办公室行贿。开开！那叫你去一趟，刚刚清爽。这口与人天雷，大年们，来，放下！现在停止接受检查。
来，吃这杯老酒。哎呀，这个烧烤是吃的哈，来这吧啊。啊。啥个逼啊？啊？哪里说出来？哎，老板，老板来，我过来，老来。来干。侬把吃啥个研究出来？我老多牛吃我帮侬干。啊，刚才爸爸开垃圾袋，你写本啥子啊？羊肉是羊肉，烤的稍微差一点。啊，士兵，你不是会烤的？你去烤鸭子嘛，让我们尝尝啊！是啊。侬辛苦，侬烤点肉走把它吃好不啦？好了，我去啊！哎，我去，我来看哈。哦，辛苦。那个后生武当我弄哈。哎呦，一口就到没灵光哦哟。啊，是等我开过光了。是吧？啊，好，侬辛苦啊！哎，来，说抓了吃。这个人怎么在这边做烧烤的？啊，你认得噶？士兵11刀，有名的妇科大夫。我带空气高，日下弄东红白，要是包包三开对，个动力真的吓得疯脱子，真叫。好了，有的吃就行了。来呗，来小的羊肉串。哎，那吃只不有羊肉串嘛了。啊，够得啊！来了啊！够得啊！哎，够得啊！好酒来。别的。对的啊，我这个大杯子真的跟你改的，你以为我刚的呀？都是一个要性派馆啊！哟，说哪个的？来口句话，来到不对的是来领个话啊！一门上下面的才跟得来，你吃得落的，你跟得落的，哎，你跟得哪来？啥么子？我是开了个奔驰车，来对风去三看啊！那说的吧？哎呦，我这是，拉手，是这样的啊。哎，就是啊，我觉得你讲的，而且的，奔驰车嘛，三开，办瓦特、看瓦特，你白不起，而且的啊。就人也去，对，搿桩事体也刚盯上。是个啊，就人去。我说你拿啥过来？我跟我讲个，哎，就喊人，我手真了一米等多，有痕迹该来听啥？啊，你跟着去了啊？就你，上这是你没你差好意思。拿啥子？姓施的，你啥人？那个杀人犯，那个凶手。不，你们别动手，拿啥子？你啥人？有啥人？我才是内心好个男人。我把你家里今天咱俩把你家里啥么子啊？让你天雷死伤了。那个杀人犯，我讲啥么子啊？我有分岗。你分岗是？你还不来报账啊？报账！这一点你听不了，一点不听话。干啥呀？救命啊！干这个！各位家属，我是那个医院院长，有什么事情帮我干哈？你是有啥子个？来，我帮你讲，我是内心好个男人。今天咱来讲，但是这个姓施的，非得把你告诉我干你啥么子？今天让你天雷死伤了，你讲两杀人犯，二杀人犯。我的那个，我等都告诉我讲的，我是我口爱的，你都告诉我最起，刚才三个孩子，谁问的有戏啊！你别把我假发出来！你杀人犯！大家像现在那抢救病人，大家保持安静。哎，我代表院方向大家保证，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但是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我你啊！现在我宣布，士兵，你涉嫌贪污，涉嫌贿赂，涉嫌好多东西，你。现在，原谅我们选择绿色，酿造我们秉持传统，品质我们追求卓越，
造就了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烁着绿色的光芒。思韵带来沙龙级修护，含德国精准修护角蛋白科技，深入精准修护，瞬间强韧柔亮，直至发梢。超值体验触手可得，思韵真正专业沙龙品质。中国报全天下，断报电动车，我要尽情感受生活，分秒不停。雀绒绝不可以。欧莱雅男士性能醒肤露8重功效，注入醒肤能量源一抹，8重功效，持续保湿，对抗倦容，焕发神采，一扫倦容，活力常在。性能醒肤露8重功效来自欧莱雅男士，活得不凡，行得出众。那几天绵柔也能不黏腻，护舒宝新超净棉，绵柔也能开始1秒瞬息，挑战零黏腻，不黏腻的绵柔，护舒宝新超净棉。蕴含隐忍。来，啥意思啊？有个人跟长辈讲闲话啊？啥都这个，人家开不起来，总是在眼热了。哎，小大哥的，你这个笨子啊，拿一块来。哪一回来的嘛？那个内外去门的上呢，你忙得起个？不来白个呀？多亏了，那老板做啥生意啊？哦，那个车子也买得起啊？做医药代理，毛医疗设备个。哎，跟这样说的话，你现在就是传说中的医药代表了。干嘛当然了，我帮你讲钟老板，医院里向所有事体我真的啊包得平了。搿辰光钟老板，你如果有啥个搿种项目？好的。你啊，你会不晓得？烘哈烘焙样样弄这个，我弄得不得了，不要经常在聊。不要去跟人讲哈啦，你都是上西机啊，你都是上个这样这个才是我发个哈。上么那个？搿能都不是，我最少得有。来，吃老鸡，吃老鸡，弄杯子啊！哎，几锅吃了啊！喂，你走，你看呢？啥车子啊？车子是我开出来的。你定心那个本事，我等些肯定这个一些人会在那搭的。但我主要今朝是建一个从从业的客户，是吧？为是提升其这个公司的形象。对。我到侬讲桩事体啊，根据我可靠消息，那医院医务处的毛处长要调脱快，弄到好动动脑筋。侬要啥头啦？凭侬的资格，凭侬的水平，搿只回去侬绝对好做的呀！侬太傻气啦！哦，上头没人呀！哎呀，我听说已经拿到人来推荐侬了。大哥啊，听讲那医院里叫上农亲民，伊到底是来个？听说伊也到处来寻人，侬倒要抓紧辰光了。陈女士，我个医生。你娘里去做了一个处长，随便你去，等我不得搞。我倒要跟你讲一句啊，这种处长没得做头的有事的事情要跟别人谈判，还有最关键，万一谈不拢，被人家吃伤我就是他。侬懂我屁呀！医务处啊，医院里向进医疗设备了，一场太小心眼了，侪要寻到医务处个，花心太多哦，他懂啥么子啊？爱种动力了。发财，才子在点出事体个，偶一点吧，对啦。走。班哥啊，班哥来车子了，我等些肯定我马上就赶奔去学生，喊你们知道不院长啊？好，再会。当重要不晓得，那点东西嘛，侪是被人家困觉赚得来的呀！真家伙的，假使重要也是女人了。孙师傅当然一杯精神。